溝通首先第一樣嘢要識得睇人面口，觀察人，都係見人講人話，見鬼講鬼話。你都要識得觀察對方。對方有5樣嘢你要觀察。第一，佢嘅肢體語言，佢有冇翹住手，呼吸係咪好快，因為好慢，好扯，好緊張，因為好淡定，好鬆容，係啦，好嚴肅，因為係好 relax， 係嘛？有冇皺眉，係嘛？佢嘅手點擺，係咪？佢嘅眼睛邊同你講嘅時候係點嘅咧？佢用嘅咩語言？5樣嘢 ，body language， 係嘛？佢嘅手，佢嘅眼，同埋佢用啲咩嘅詞語，係嘛？發生咗啲咩事，係嘛？所以平時你同人傾偈又好，返工又好，同事又好，老闆又好，朋友又好，多啲觀察人哋個面口，成個人咁樣去多觀察，從佢由頭到腳，係嘛？佢講緊嘢嘅時候，嗰隻眼珠咧係定嘅，望住你嘅，抑或係碌嚟碌去嘅。當你睇得多嘅時候咧，你就會自己有經驗啊，有一套理論。所以多觀察對方嘅呢啲肢體語言同埋面部表情，我哋總合嚟講呢啲都係微表情，好緊要啊。同埋你亦都可以留意下自己去同人講嘢嘅時候，可以揾手機錄音聽下自己講嘢係好酷啊，有冇尾音啊，係嘛？有嗰陣時自己講嘢咧，留意下自己個尾音，因為個尾音柔弱嘅話咧，即係好快可以拉近同對方嘅距離呢啲啊。咁呢啲都係觀察，我覺得係溝通第一步。你先同人哋溝通第一步，第一秒，你係俾一個咩嘅氣場，然後對方又俾一個咩氣場你。對方一得同你一埋欄，一有傾偈有接觸嘅時候咧，一有 connect 嘅時候，我哋成日話 connection， 一 connect 嘅時候，你一睇到對方係咩事咧，係嘛？對方係嗰個心情當下係點咧？呢所有嘅嘢，嗰5樣嘢 body language 啊，佢講啲乜嘢啊，事情發生啊，手啊眼啊語言，呢啲全部係反映緊佢咩？佢當下嘅情緒。你要 get 到佢當下嘅情緒，你摸到佢當下嘅情緒，你先同佢同步啊，你先同佢可以 connect 到嘛。所以溝通咧係唔係話你要講啲乜嘢，講啱啲乜嘢？呢啲全部都係內容嘅嘢嚟啫。但係嗰個氣場係嘛？當氣場就係當下嘅情緒，要係佢心跳，你都能夠 feel 到。佢心跳得快，跳得慢，緊唔緊張，係嘛？眉頭眼額，佢係咪有信心同你講緊啊？因為你啲僆係咪有嘢瞞你啊？係嘛？佢係咪緊張啊？想揾你有事啊？係嘛？因為有啲嘢瞞住唔敢同你講啊？係嘛？係嘛？或者唔好意思俾你知，唔好意思同你講，唔知點樣同你講，係嘛？呢個真係一定要係對方未開口，或者開口第一秒、頭3秒你就要摸得清，呢個先係溝通嘅高手。所以由今日起啦，多啲喺呢一方面度落功夫。